胡秀英被國際植物學界譽為 Hollywood， 全球400幾種冬青中有300幾種係由佢命名。佢橫跨清末民初到現代香港，以自己嘅一生詮釋咗乜嘢係盡全力順天命嘅哲學。1968年，58歲嘅胡秀英從美國返回香港，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生物系高級講師。喺香港時，胡秀英教授普通植物學、植物分類學，並進行野外採集考察。課餘時間，佢更踏遍香港山頭，採得標本2.4萬份，分送俾北京、哈佛、密蘇里以及英國 Kew Gardens 等世界頂級植物研究機構。1992年，82歲嘅胡秀英同劉啟文博士、李寧漢醫師喺青山發現咗一種奇特嘅植物，外表似手指頭，會喺11月下旬到12月花期時從泥土中冒出嘅寄生植物。呢一種植物唔進行光合作用，直接從寄主植物獲取養分。再經過12年嘅細心考證，2003年胡秀英喺哈佛大學正式發表研究成果，將呢個新物種命名為香港蛇菇，證明香港植物品種更顯繁多。